筲箕灣站搭9號巴士，去到土地灣站落車就會嚟到起點。一開始幾段路都係以石級為主，沿途有啲靚景位，見到路牌就繼續向上行，keep住都係好多樓梯。然後就會去到觀景台，可以望到紅山半島同埋大潭港。跟住呢段路冇遮冇掩，真係好晒。之後見到涼亭，轉右繼續去，好快就會嚟到高位，揾咗嚿石坐低，望住個海吹下風，好舒服。繼續望住海行，嚟到最後一段上樓梯嘅路，就會嚟到龍脊嘅最高點打爛晴頂山。呢度仲有張凳可以坐低放鬆下。落山沿路都係啲森林山路啊，有樹蔭，涼涼地行得好舒服。之後見到路牌，兩邊都可以行返出巴士站。想去大浪灣嘅記得行大潭峽方向。